手把手祷告熟，一群牧者以及长职同工开口大声在神的面前恳求神来为牧者、为所牧养的羊群来祷告，是何等美好的！因为这是神教导我们，他自己也这样做。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主又对西门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看起来这位爱人、爱西门、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明明来告诉我们，在这世上啊，我们随时都要预备好，每一天都是一个征战哦。西门原来是主所喜悦，主所建立，让他可以有从主那边得着信心。当然西门他的心也是会变动的哦。当撒旦进入他的心的时候，想筛掉他的时候，这位主就为他来祈求。人生中有太多这个诱惑了哈因为牧师也经历过很多次人为我祷告，当然我的家庭也一起在许多的重要的事情上面来用祷告来托住我们每次做的这个决定，很关键那个关键的决定真的就像撒旦想要把我们筛掉，使我们远离神，但就是因为神用他的慈神爱所彼此关心代祷，以至于我们才不会被筛掉哦，那这样就太可惜了。所以好不好，我们今天来感恩有人为我祷告，在哪方面叫我不至于失去了信心当然也有件事，我们要为什么人来祷告，叫他不至于失了信心呢？家庭更是就像音乐牧师的家庭我们经历很多使我们不至于失去了信心。除了我们自己祷告，知道有非常多的人为我的家庭在祷告，以致我们在复健之路一步一步越走，我们越有力量，越走我们越有信心。手牵手，祈祷的去。